水星逆行結束，穿透真相過後，你會如何取捨？五星逆行帶來震撼與混亂過後，行星開始陸續由逆轉順，繼土星恢復順行，水星亦喺今日重回正軌，促使我哋正視之前所揭發嘅根源問題。水星逆回天蠍座時就提到，當遇到障礙時不能草草了事，必須解開問題嘅症結所在。尤其水星回到天蠍座時，受到天王星嘅衝，必然會以很痛嘅一去令我哋看清真相。你有冇喺水逆期間看清問題本質？有冇睇到核心嘅問題？人類通常有一個惡習，就係問題出現時哀怨不幸，但事過境遷後，卻將問題拋諸腦後，心裏默默留下着陰影，任由惡魔喺潛意識驅使，做出違反靈魂嘅抉擇。於是我哋相隔一段時期，又再一次陷入不幸嘅循環。如果你喺水星逆行期間，已經從某些關係、某些計劃、某些事情所浮現嘅真相，察覺到問題並非用蒙混過去就能夠不了了之，亦並非靠默默忍受就能夠撐到最後。那麼當水逆結束之後，就必須果斷地面對一切問題嘅本質，該捨棄嘅都捨棄，該結束嘅都結束。若你以為靠着忍耐，靠着謊言，靠着隻眼開隻眼閉，就可以留住更多，那麼當天王星再度衝水星之時，將令你體會到，勉強胡混只會失去更多。